总算完成100个沙团课嘞。你真嘅进步多多，做个失败哦，我都还忙死到就没事强强诶。我要当当留一袋粉哦。很好哦，很自信嘞。然后我一定也不卡练习过后，我转去又去甲做200呢。做200？你还做谁心机诶？冇啦，我就想俺认真讲俺，听说会好好练习吧。真劲啦，也好做得出事嘞。我今不日吃到东油神手，每对煮料理有一些的兴趣诶。你想要做咩料理？我想好炒肉。炒肉。係唔係今日有同學講，也係客家細妹愛煮嘅料理啊？真唔係安尼咧。我有老記請教安用嚟煮，沒有老記講煮飯唔係細妹嘅職業。係啦，叫我上嚟堂度，我咪促進一下呢。接下來有老太家飛色嚟啦，沒有講愛安用班煮哦。哎呦，安尼當好啊。像我今日要學到用班煮，用洗炒煮炒。好啊，我正想嚟請教你，安用班怎做得了？漂浮感見到暗雄。希望我等下傳一個樣片本，係呀，料理教學嘅樣片。我上擺啊，就等佢嘅做法要做成功哦。有人做得強項研究料理，食材當神奇。係啊，希望你等下去市場好嘅啦，我想買些東西。你想去買乜嘅啊？我想去買筍乾，做得煮筍乾炆豬肉。好啊，今日愛順山買豬飯，前幾日阿妹有寄快脆本愛，我做得做豬飯炒快脆本色咯。你真已經出事了哦。冇啦。嚟市場誒。好。